一邊念書或上班，一邊又想緊盯幣價，這是不是你現在的寫照呢？上課時不能一直滑手機，下班後又累到不想看盤，常常覺得錯過了最佳進場點，生怕跟不上瞬息萬變的行情。現在你可以試試這款專為加密貨幣技術指標提醒設計的即時通知App。操作很簡單，先選好交易所和交易對，接着選擇你常用的指標，像是 RSI、MA 或MACD。設定好數值和條件後，App 就會自動幫你監控市場。即使你在教室或辦公室，只要條件達成，手機就會立刻跳出通知。只要設定一次之後，就能安心專注於學習或工作。想知道它是不是你的最佳幫手嗎？現在就免費試用7天，親自感受它的便利吧。